感情下了伤重，注定会欠你一世人。心情的起起落落，到底到何时才行会完？爱若是不情愿，难免有分开的一天。不愿相信你我的情分，只有短短3冬5冬。敢讲你心内已经有别人，看阮的感情无够重。凊彩讲3两句话，就想要换阮的思念。踮在世间走总的人，怎样会爱才算完全？恩恩怨怨，拢是因为爱不着人。因为感情下了伤重，注定会欠你一世人。心情的起起落落，到底到何时才行会完？爱若是不情愿，难免有分开的一天。不愿相信你我的情分，只有短短3冬5冬。敢讲你心内已经有别人，看阮的感情无够重。凊彩讲3两句话，就想要换阮的思念。踮在世间走总的人，怎样会爱才算完全？恩恩怨怨，拢是因为爱不着人。敢讲你心内已经有别人，看阮的感情无够重。凊彩讲3两句话，就想要换阮的思念。踮在世间走总的人，怎样会爱才算完全？恩恩怨怨，拢是因为爱不着人。